欢迎光临，大家好，我是王心凌。我很幸运，我的兴趣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工作。很多人可能就是兴趣跟工作是没有办法结合在一起的，可是我就跟客家话有很多的渊源。就是我那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张作骥导演来学校在选角，那时候他刚好要拍一个就是会跟客家话有关的公共电视台的剧，这样子需要几个女生。然后那时候学校的老师就是记得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在 audition 的时候就有叫我去这样。然后所以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跟这行有关的工作。同学，要不要帮忙？我要帮你追。送吗？还要了，我可是很猛的啊。哇，这好久了，完蛋了！这个我必须诚实的说，《车震在最》里面究竟 detail 是什么？因为你在拍的时候，张作骥导演不会给剧本啊，根本不知道他要做什么。那时候又还小，如果是现在的话，还可以猜他想干嘛，也许还可以猜到一些。那时候还小，真的不知道导演要干嘛。那他就说你现在就在这边跟他讲什么话啊？大概要讲些什么？稍微跟你讲一下现在要做的大纲，剩下所有话都是自由发挥。因为张作骥导演这个戏，然后认识了副导在。故事很长，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工作机会，所以多认识一些工作人员。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工作场合，我就不会认识这些人，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我觉得演戏是可以说因为你有这个环境台词，就是一切很完整的个性，让你去演那个戏。那你只有在 action 的时候，你要扮演那个角色。可是歌手实在是很个人特质。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随地都在演一个人，你就必须是很自己，那是个人特质，你必须是那个个人特质要出现，然后让人家喜欢你的个人特质嘛。所以第一张专辑既然很不像我的话，我的人就很不贴第一张专辑他们设定出来的样子，所以就会很我认为看起来是会一件很尴尬的一个事情，然后别人看起来也会觉得卡卡的，哪里不对这样。其实我从小就喜欢唱歌，我从小喜欢唱歌，从小喜欢表演。然后我国小毕业纪念册还有那个，就是我在表演的那个周会的那个照片这样。然后国小的时候老师就会叫我要编舞还是什么，可是因为那时候在台湾，其实你想到跟演艺有关的学校就是华冈艺校。那它就是一个戏剧学校，可是它也是一种表演啦。可是上华冈艺校之后，我爱唱歌，可是我没有想到说，到后来会发片啊，还是什么的。应该从他很小吧，他跟我说妈妈有朋友，然后有朋友就是说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有安排他上去唱歌。其实也是因为透过这个机会，妈妈才发现心灵原来是可以唱歌，或者是有这个天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他比较不容易的部分，因为他还是要念书，可念书的之外，他其实有在从事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呢，我记忆没错的话，那时候出的专辑好像就是客语专辑哦，对不对？妈咪很会唱歌，然后要出那个客家童谣，觉得说，我是不是也会唱，也可以唱，然后所以后来我自己也觉得好玩啊，然后就有参与唱那个客家童谣，唱录了两三首歌吧。
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一起看那个报纸，在录音室最好玩，因为那时候是报纸有把他的那个照片登出来，然后我们一起看报纸，然后还跟心里说：“你这小时候都没变呢。”他说：“对呀、他还比了，他很好笑，还比了那个封面的姿势。”你是说那客家童谣？我只能说网络无远弗届，这么小还可以认出我。还未出道之前的王心凌，可是千里迢迢跋涉到日本，接受了3个月的舞蹈及发声等魔鬼训练。每天心凌除了上课还是上课，课程紧凑到连她自己20岁生日都忙忘了。不过在日本受训，不但日文进步神速，连安室奈美惠的歌曲，心凌也已经朗朗上口了。然后那个时候，去日本受训嘛。那时候去日本受训的时候，其实还不确定我的唱片约会不会发行。他是就是先受训，然后就是在日本的唱歌老师、跳舞老师就是训练之后，等于有一个结业之后，觉得说，这个艺人是可以的，然后才会回来台湾录制专辑，然后才会做发片的这个动作。然后那时候去日本的时候，是我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然后第一次离家这么久，这样，然后自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人生地不熟的，这样，都会想要偷偷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在跟妈妈讲电话说很想念她的时候，然后都忍住，然后不敢偷哭，这样，然后会哽咽，很想家。可是那个是我人生的梦想，对，然后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我在为我的工作打拼，这样。在那时候，大家我想也许没有很看好吧。真的吗？真的。当进入了这个演艺工作的时候，其实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从小喜欢唱歌跳舞的王心凌，在出第1张专辑之后，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让她跟妈妈说：“我真的想要回学校念书。”她又是如何撑过这一段辛苦的时刻，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并且成功的让大家更相信她自己的表演呢？我们来听听王心凌诉说着她自己和客家血缘相关过往的故事。我觉得在当时，因为当时的音乐环境啊，跟整个演艺环境，我觉得他出来就会被质疑说，他是学谁的穿着，他又是学谁的唱歌，他学谁的舞步，然后呢，就种种的质疑。我觉得让他这样做也不对，那样做也不对，你懂我意思吗？驾着纯白色马车，新人王心凌以灰姑娘之姿梦幻出场。一出道就被指称与少男杀手蔡依林相似的她，虽然自己不这么认为，但从服装、舞蹈及记者会出场方式来看，的确与9令相差无几。我们一开始没有这个意思，就是公司它真的是只有把我当王心凌在做，没有任何要跟依琳姐比较的意思，没有。依琳姐，我之前有听公司的人说，她真的很认真，她是很认真、很上进的艺人。那我也觉得她长得很可爱、很漂亮，所以其实我不介意大家把我跟任何人做比较。那时候我一直觉得不像啊，怎么会像呢？哪里有像？妈妈、爸爸都不一样，长得明明就不像。我那时候真的就这么单纯的想说，真的吗？哪里有像？我跟他真的不像啊，这样子。所以我刚刚就讲说，我说，但是事过境迁，我现在因为。就是回头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当时的公司或者是经纪公司，他们的操作是想要往这个方向的。我现在在看那时候的公司要设定的，应该就是新一代少男杀手，但是没有想到我并没有这么杀，我不是这种个性啊。我有一次跟我妈妈说，我说妈妈，我回去读书好不好？然后我妈妈就知道我很难过，然后压力很大，然后她也帮不了我什么，她想帮我，可是她帮不了我什么，她就只说好啊，你回来，妈妈随时等你这样。所以
我妈妈是我心里面很大的一块精神支柱。发片前的那个辛苦啊，你都会觉得说，好，我很努力，很努力。而是说，当进入了这个演艺工作的时候，其实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以前我只是爱唱歌，我爱表演。可是当你进入这个工作的时候，不只是你把歌唱好，把舞跳好就好了，你还有好多外在的事情你要去学习。有很多艺人，我其实教过很多艺人，大部分都是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就再见了。那我觉得心灵可以走过来，就是她有很坚强的意志。对一个20岁的小女孩来讲，不容易。你每天摊开报纸，人家都在说你怎样，对不对？然后他合上报纸，又要来录音室录新歌，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换了谁都不容易。可是那时候我们就鼓励他，我说你要做你自己。而且因为他的声音，那时候我一听我就说你声音真的很好听，你声音真的非常好听，你一定要肯定这一点。可那时候的我怎么会懂得这一切？我只知道我唱歌，然后我喜欢表演。可是当排山倒海的媒体，其实你想想也好，因为这个就是说代表说有人关注，所以会有很多眼睛在看你。那很多新人可能出道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注意力，所以换一个角度去正面的去想，也不见得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可是因为那时候还小，所以排山倒海有点承受不住。然后那时候经纪人会说，你碰到媒体的时候，他问你什么问题，你要怎么讲？我说可是什么啊，不行，你一定要怎么讲。我说哦好，那你也不懂嘛，那时候不懂就觉得说大人交代的，那我就这样做。可是问题有百种啊，你回答完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人家觉得说你这个怪怪的不对。那他换另一种方式问你的时候，哇完蛋了，我双手一摊，我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所以那时候压力实在非常大。其实，在他第1张的时候，我有帮他做了一首歌的和声的部分。那时候我就听到这个声音，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小女生是谁？她声音好好听哦。我那时候有这样跟制作人说，但是我没有想到是，哎，第二张他的专辑，我们就一起合作了。他那时候的声音给我留下蛮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第1张的成绩并不是非常理想。那制作人就是他的老板找我的时候呢，其实那时候又是这么赶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大家都有点担心，然后再加上他自己压力可能也蛮大的。那其实种种状况都感觉不是很理想，或者是很好的状况之下，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哎，不管怎么样，我们把这首歌唱好。然后他也同意我的想法，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做这个歌曲。所以后来一直到第2张专辑《爱你》的时候，我那时候跟我制作的同事讲，我说，如果这张专辑啊，那个在市场的反应，大家还是没有这么喜欢的话，我想我可能就真的就是我不适合这个工作。其实是他那时候的唱片公司老板打电话给我说，有一首歌，他觉得我很适合帮心灵做配唱制作的部分。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从大陆赶回来，然后我们就进了录音室，那是我们第1次碰面。那首歌就是《爱你》。那时候很赶，我们几乎就是我们在录音室第1次照面。那我可以感觉出来，其实他那时候还蛮紧张的，但是我也一样，因为我很少在还没有跟歌手碰面之前就工作，所以对我们2个而言应该都是第1次。而且其实心里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所以他这样工作，其实我觉得对他来讲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我常烦着你，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白少说一点，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后来很幸运的爱你的时候，就是大家非常的捧场，因为我那时候会这样讲之后，因为我觉得爱你的东西比较像我，然后也比较接近我有的个性有一些部分，
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就那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怎么办？你就还是要这样子过啊，就是傻傻的好就这样子做。然后可是当回头一看的时候，说哦，我走过来了。然后可能那时候第2张爱你的时候，我也好惊讶，那时候成绩可以这么好。其实坦白讲，在那时候大家，我想也许没有很看好吧。没有很看好这个东西，那我们就是尽我们所能去完成一首觉得很好听的歌。说真的，后面的成绩，我觉得我跟他是都没有想到，因为他也是尽他所能的一直去做这件事情。我的感觉是这样，而且不止在台湾好，我那时候也没有去内地宣传，因为唱片结束之后。我就拍了我的第1部偶像剧，然后那时候因为偶像剧因为是昂档的嘛，就是3立的，因为昂档的关系，所以没有时间去内地做宣传。然后在内地的那个北京音乐之声，就是在很指标性的一个音乐台，就莫名我听到了一个讯息，爱你竟然在他们榜上是第1名。然后我就哇，好开心！真的吗？真的。然后我也那时候也搞不清楚音乐之声在内地，在北京是这么指标性的一个音乐频道，那时候也不知道啊。然后也是听同事讲说，这个是很厉害的一个的鼓励耶。这样，然后我才知道，我说真的，他说可是那怎么办？没有，然后他们就说可是因为拍戏没有办法去那边做宣传。我说哦，真的哦，那怎么办？没办法，还是要拍戏哦，好，那还是拍戏好。拍了偶像剧《西街少年》，然后开始有人因为那部戏越来越认识我。听说在那个网络上的评论都是哦，好自然，好什么，都是开始一些越来越多正面的评价，然后就越来越有信心，然后很多工作就越来越顺利。我爱你，我用客家话唱，爱你，很难过，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都没有什么自怨自哀自暴自弃。第2张专辑《王心凌》开始大受欢迎，然而太过密集的工作却让她病倒了。停下脚步的日子，王心凌是如何看待自己呢？客人欢迎光临将独家透露出当年王心凌自己创作的歌曲《衣橱的秘密》，当时的她用客家话唱出“我爱你”的背后故事。爱你专辑卖破15万张，王心凌以一袭复古甜姐儿造型开心举办庆功宴。而谈到努力终于被肯定的好成绩，王心凌露出小女孩般的天真笑容，超级开心。其实从第1张就一直很希望自己有好成绩到现在啊。其他的话我也不懂说太多，反正就除了谢谢还是谢谢，那我会继续加油。其实我觉得我第2张唱片的那个定位是，还有一个也是跟拍戏很有关系，因为拍戏里面，我是穿学生制服。包括第1张有一首歌叫《当你》，林俊杰写的。那时候黄宗平导演就叫我拿我高中时候的制服，就是大家突然觉得说我穿制服的那个自然的样子比较像我，所以第2张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其实好像心凌的这个穿制服的样子，比较让大家感觉比较有他的个性存在，然后我自己也很自在。所以后来在爱你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企划方向就想说，好，那我们就来穿制服。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唱，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饭，在第2张的时候，他很成功的证明自己。所谓的自己就是王心凌的声音，她有她的舞步，她有她的唱腔。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
他开始被大家接受之后，那些声音就自然而然不见了。然后到爱你成功之后，我们一再的合作，然后一张一张的专辑，他开始会要求我说：“秀珠老师，你是不是可以，教我一些东西？”一般歌手比较不会提这个部分，一般歌手都说啊，我唱好，老师说好，他就走了。他不是，他会要求说，秀珠姐，你可不可以每一张教我一些？每一张多教我一些，譬如说幕后音乐的东西，等等等等的。然后，一直到后来，在一次录音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有点害羞了，他跟我说，哎，我写了歌。我说不要害羞啊，唱出来。我们在录音的休息过程当中，然后他就唱完，我说你进去唱，他就吓一跳，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进去唱。唱完之后，我用我的声音帮他伴奏。就无人声伴奏，就完成他第一个 demo。后来这首歌就是他第一个创作的歌《衣柜的秘密》。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可思议，怎么可能这样子完成一首歌？我在录音的时候有一句“我爱你”的这个字，然后在里面我有用客家话唱，就是在唱歌的时候好玩的时候就爱你这样。但是我们在录的时候，还有一个歌词是我爱你，他唱到那边，他突然就用客家话唱。我爱你，然后他就突然就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说啊，我是不是玩得很夸张？我说不会，我把那一句留下来。现在在 CD 上听到的那一句，其实是那时候我们在玩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很不错。我说那又合法，对不对？我说那又合法，这是你的创作，你想放什么样的歌词都 OK。后来就很开心，到最后我们把这一句保留下来，然后把它呈现给大家。对我自己来讲是很好玩，想说那是自己的歌，然后就可以在里面就是故意放一点点客家的讲的话这样子。然后我给我妈听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讲说，妈，你要仔细听哦，里面有一句客家话这样。后来细细跟他聊，其实我觉得他是很有责任心的人，他很想要把事情做好，但是在那个时候的他因为很年轻，所以可能比较不懂怎么放松。那跟我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会比较是轻松的气氛，然后慢慢带他。那我们两个就这样子慢慢磨合。那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第一个合作的东西在市场上就会有很好的反应。这个说真的，后来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再聊起这个，大家都没想到。我们只记得那时候就会觉得那时候就怎么会好累哦。可是那个感觉很好。我很喜欢这一张专辑，然后我觉得这张专辑比较像我。如果这张专辑再不成功，我想那可能就是观众不是这么接受我，因为这已经接近我了。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办法接受喜欢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不适合。只是可能处女座的理性就出来，只是很理性的在想这件事情。那我可能就要回去跟妈妈说，妈妈不好意思，再请你照顾我几年，我先去读书，读完书之后再回来养你这样。但是就真的还好，一切我真的常常讲，就是那个过程中我就很难过，那也没有办法，但是我都没有什么自怨自哀、自暴自弃，没有，可能跟我成长环境也有一点关系。被记者问到两个人的情人节怎么过，他为什么要知道？你知道他的情人节怎么过？我一定要知道吗？我想这件事对心灵来说，应该是他的整个演艺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挫折。可是他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处理得很好，无声胜有声，什么事都不要说，一下就过了。你只要一回应了，媒体又继续炒作，这个事情会越放越大。所以他选择了什么话都不讲。当然把自己关起来可能会有点封闭啦，不过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 EQ 的一个选择跟做事态度，可能跟本身他是客家人的这种比较刻苦耐劳的一种精神跟态度有关系吧。我觉得喜爱是支持他走这么久的原因。
要不然他没有办法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误解啊，或者是等等之类的新闻。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偶像嘛，人家都说偶像包袱嘛，我想他也不例外。但是我觉得他慢慢一年一年成熟，他懂得去消化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茁壮了。什么时候才发现是真的哦？我觉得前几年才发现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段时间好密集哦，爱你马上拍戏，拍戏马上发哈尼，哈尼台湾发完，因为爱你的关系，马上跑去内地宣传做宣传，因为你要乘胜追击。内地宣传完回来又拍戏，马上哦拍戏，戏拍完马上又睫毛弯弯，睫毛弯完马上又去大陆，所以我没有时间休息跟停下来，把脚步放慢了。把脚步放慢了之后，我记得有一次我拍完一部戏也是生病，然后生病完之后，我就跟我前经纪人讲说，我说小薇姐我要放假，我想要休息，然后他答应我，后来我就报了语言学校，我就自己一个人就去纽约去游学这样子。然后是我在飞机上的时候，因为长程嘛，吃完饭之后大家就在睡觉，我才开始发觉说，哎呦，我现在周遭的是什么？我才开始感受到我现在待的环境。所以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有时间想什么，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前几年才开始说，哦，哎呦，真的了。而且它不只是我的兴趣跟我的梦想，我真的把它当成我很喜欢的工作在做。应该是说面对工作的态度比较不一样，然后你会更理解，就是什么是喜欢做的，不喜欢做的，喜欢做但不能做的，不喜欢做但应该要做的，所以要怎么样调整心情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它是工作了，它不只是你喜欢的、你的兴趣、你的梦想，它也是你很认真看待的工作了。我的前经纪人小慧姐有说过，她说艺人啊，她说艺人呢，上辈子应该就是阿修罗转世，就是说上天给予你一个迷惑众生的一个能力，所以我们要去珍惜它，要不然有一天老天爷把你收走的时候就没有了，所以我们要懂得去珍惜、感谢，然后跟回馈，这样。所以我很珍惜，所以我也很珍惜我的歌迷朋友、我的影迷朋友，我很珍惜跟他们的互动。我希望跟他们的互动，让他们觉得，我很像朋友。我觉得我在我妈身上看到很多责任感这件事。我就是小妈妈啦，小妈妈，然后帮忙照顾弟弟，然后妈妈辛苦的去工作。有时候我也很希望我是他们的力量。不怕，那是我的尸体。下一页。经历了演艺圈的是是非非，王心凌说，歌迷朋友是她继续表演下去的动力，而外婆和妈妈是影响她最大的两位客家女性。和妈妈感情极好的王心凌，既甜蜜又心酸地说着，她在妈妈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并且更被影响到的客家女性的精神。肯定是歌迷朋友、影迷朋友的支持啦，肯定是这样子。他们是我们努力的动力，那一定要有他们的支持，我们才有那个力量去继续下去。有时候我也很希望我是他们的力量。我给自己的某一种使命就是，我是要带阳光正面快乐的感觉给喜欢我的歌迷朋友、影迷朋友的，所以我的歌里面总会有一些温暖人心的一些歌曲，这样，这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使命，跟我珍惜我周遭的这些很可爱的歌迷、影迷朋友。比较之前的专辑就是像月光啦，
然后还有很多快歌都是希望让大家，我们做的气氛都是希望给大家很有节奏感、开心的，就像比较，他们说音乐上有大调跟小调，比较大调的歌会听起来比较开心，所以或是包括我们一些和声上的堆叠，都好像是很多人的，然后所以听起来会比较温暖。然后他们也说我的声音特质是比较干净、比较温暖的，所以其实很多歌很多歌都是这样。我想一下如果这张专辑可能就是有下一页的我啊，就是在讲一些比较，如果每个人在经历蜕变跟成长。下一页的我会去哪里？用多大的勇气？所有梦里面的风雨，我不怕，那是我的尸体。下一页的我，希望能拥有美丽的明天。下一页的我如果有机会大家翻歌词，它是一个好完整的歌，每个人都会经历人生不同的阶段。我是不是要迈入下一个阶段？面临结婚，什么什么什么？所以那首歌在讲的是下一页的我，就是我就要往下一个阶段走了。那这个过程，也许我会有一些彷徨跟害怕，可是再告诉自己，就说不要害怕。那下一页的我可能就是会更好这样子。那在之前的月光，就是王心凌就是好像是一个陪伴的角度。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所以歌词什么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然后就是在问自己一些事情，然后可是然后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就是这些。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爸爸是第2代外省人，然后但是我小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工作，然后我白天的时候我是我外婆带我的，所以我的客家话是大概5岁以前我外婆教我的。跟同学上课其实都不会讲客家话了。婆婆是我一个很好练习客家话的对象，就是3不5时妈妈带我回去外婆家的时候，因为碰到外婆啊，所以就要跟她讲客家话。就是只是这样子，我外婆很疼我啦，我外婆很疼爱我们。后来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我爸爸妈妈离婚，然后我就跟着妈妈一起生活。后来在一段弟弟跟着爸爸，在一段时间之后，弟弟也跟着我们一起生活，这样子。反正我就是小妈妈啦，小妈妈，然后帮忙照顾弟弟，然后妈妈辛苦的去工作。有一次好像妈妈身上没有剩多少钱，结果你们只买了一个便当啊，那天只有100块在身上。你还记得这个事啊？然后弟弟就很饿，吃很快，我就说妈妈还没吃啊，吃慢一点，妈妈还没吃。然后好像我妈看就很难过。那我每次教，我今天就会哭。我讲到那个便当嘛，就是那个时候其实都有经济的压力嘛，就妈妈就故意说她吃饱了，是不是？她说，我说妈要不要吃？她说没关系，你们吃，我吃饱了。可是其实她没吃，其实她没有吃。有一段时间，辛苦到就是她妈妈身上，然后我们就就是只能买一个便当啊，这样，然后妈妈就假装她吃饱了。然后便让我跟弟弟吃啊，这样。那我弟不知道，我知道啊，我就妈妈还没吃这样。然后妈妈说没关系，妈妈不饿，妈妈吃饱了这样。也有一段这样子辛苦的过程。我妈妈交往对象的条件就是她要带着我们，然后可能是那个对象可能是希望就是不要带着我们，那我妈妈就放弃这个男生，然后就带着我们。她是属于这样子的妈妈，妈妈给我们很多安全感，她怎么样她都爱我们，然后会把我们带在身边。所以我也可以很大方的说，你就尽量去谈恋爱，你尽管去谈恋爱，你一定要谈恋爱，因为有一些爱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给你的。但我妈那时候一直好希望我去，就是念比较近一点的中立的那个
高职，就觉得很想读华冈艺校。刚开始他不愿意啦，因为我一直有讲说他狮子座，所以他觉得在他看得到、保护得到的范围内，我做什么都可以。后来是我外婆，我跟我外婆讲，然后我外婆帮忙求情，然后我妈妈才愿意让我到台北读书。可是她就有条件，那时候华冈艺校已经周休2了，然后她就是要我每天晚上都打电话回家，然后星期5一放学下课呢，我就要拎着我的浪迹天涯小包包再回到家里面，就是马上他把我时间掐得很紧。我说要打工啊，他就讲说，不，就是他辛苦一点。华冈艺校的学费因为是私立的，所以比较高，而且以私立的学费来讲，它还是私立的里面高的。有一次就是因为要缴学费来不及了，妈妈就把那个他的代步的工具把车子卖了，把车子卖掉，然后要缴学费。她就是很典型的狮子座啊。很典型的狮子座，很有肩膀的女性。我妈妈是一个很纯正的客家人，这是我在她身上看到的，然后被她影响到的。客家女人很顾家，好，就像她戏外的顾家，我戏外的顾家，包括她戏里面，她也非常顾家。好，甚至于我跟儿子把他的钱花光了，他抓狂了一下子，可是回来他还是为家里尽心尽力的付出。我觉得这是客家女孩一直以来那种打拼的精神，在这个家庭里面，包括我家的6个姐妹，好，也都是为家庭付出。虽然我们都结婚了，我们还是会为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为我们的家庭贡献很多，只要能力所及，我们都会贡献。我觉得我在我妈身上看到很多责任感这件事情，所以我也算蛮有责任感的。我也很想没有啊，也不是很想没有，应该是说我也很想，有人来帮忙我分摊这样。可是环境的关系，那我就是要努力的。有责任感，比较辛苦，跟着妈咪的环境也都过，我反而会用比较正面的角度去想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就没有现在的我。生2个小孩吗？对，小孩多大了？谈到首次在电视上演出说客家话的《美乐加油》，王心凌想起她和妈妈平常相处的趣事。想知道王心凌对妈妈偷偷做了哪些贴心的事情吗？还有妈妈如何默默支持着王心凌？大家眼中特别的客家母女，客人欢迎光临，我们带你们进入王心凌的母女世界。对，美乐，我最近去开车去停车的时候，然后那个停车场的阿伯就本来在低头写我入场的时间，然后抬头看，你是美乐姐哈，然后我就那美乐姐吗？我说然后心想说阿伯叫我美乐姐，那干嘛？乐乐，你真的哟？我知道了，你就是你偷了我钱，对不对？不要讲的这么难听吧！我是你哥我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他是在桃园中正机场那一场戏，是我要送他出国，然后跟他谁亮的那个，因为都不熟嘛，之前都没见过面，所以呢，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他的小眼睛，不是他的大眼睛啊，就是小女孩的眼睛，看着我，很生疏。可是他一直好像在 search 我，在搜寻我，在感受我是什么样的人的那种感觉。讲所以就是那个美乐加油，那也蛮有趣的啦，蛮特别的，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就是在戏剧上有讲到客家话。就是这部戏，我是他妈妈，可是我是一个重男轻女的妈妈，
好，在他身上剥削了很多东西。因为小时候不喜欢，因为重男轻女，我跟爸爸离婚以后，然后我就我不要，因为我觉得儿子比较有希望。结果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了以后，他就是因为他突然间有一天听到说爸爸也不要他，妈妈也不要他，他突然间就醒过来了，所以他就非常非常努力。那个美乐就非常的努力，就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人。这么多的过程里面，妈妈发现他为家里的付出，然后对妈妈的贴心，对哥哥的照顾。因为哥哥一直在败家，然后他一直在帮忙，然后他帮忙很多人。妈妈觉得说，这个女儿是真的是很棒的。妈妈最后有感受到妈妈对她的爱，真的是。一些跟妈妈撒娇的情节，而是母女之间。其实我对于母女间的互动特别会有感觉，而不会因为说自己在台北打拼，然后就疏于跟家里的人互动。那在他嘴巴里面也常常提到妈妈怎么样，妈妈怎么样。对，我觉得他应该是跟我一样是蛮顾家的一个人，跟家里的感情应该是很好的客家女孩。我跟妈妈真的很亲，我有时候在电视上，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跟妈妈的一些互动啦。然后已经大家会问，然后我也会讲到我爸都会吃醋了。但是因为我跟我妈的互动是真的是还蛮不错的，很像朋友，我们也会很会吵架。我们因为我跟妈妈差21岁，就是也不算多。然后我们很爱彼此，然后很会互相提醒，很会吵架，但是却很爱彼此。有时候我都会说我比较像妈妈，然后她像女儿。生2个小孩吗？对，小孩多大了？19岁。女儿也有来，对不对？有，真的。他女儿在哪？19岁。天哪，女儿这么大，这么漂亮。谁要追她的话，到她家里一看，她一定你大姐很漂亮哦，然后我喜慕啊。对，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哇，妈妈3围34 B 24 34做服务业，人家说她长得很像一个女艺人哦。比如说我工作很忙，然后就是都没有时间整理家里，然后他也没干嘛，他就只是从龙潭开车上台北，然后就是在家里面帮我弄东弄西的，然后他就简讯我说家里帮你打扫好了，然后鸡汤也煮好了，水果也切好了，在冰箱里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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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工作很累，然后一回到家，然后就一个好干净好舒服的家，然后对，在瓦斯炉上就把鸡汤把它弄来热，就是在吃的时候那时候就觉得很窝心这样子。我觉得我对我妈还不错，自己说有没有？比较小的时候，就是我就会去偷检查。女生可以做的对妈妈比较贴心的事情，就是我会去偷检查她的保养品要用完了没有，然后化妆品要用完了没有，有没有缺？有缺的话，我就会偷偷的帮她补上。其实她妈妈很呵护心灵的妈妈，然后心灵也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跟顾家的小孩子。但是很好玩的是，他们又像母女，又像姐妹，又像朋友，所以他们也会吵架。然后呢，通常这吵架都来自于对方的关心，所以我觉得他们母女很特别。我妈妈的粉扑都是我帮她洗的。我说妈，你这个粉扑你再不洗，她这你没有看过报告吗？粉扑如果不定期洗的话，就比马桶的坐垫还脏了。每次粉扑，我回家都帮她洗粉扑，或是她的眉笔，每次回去都是我帮她削。这是小地方啦，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子女该做的啦。我也不敢说有什么特别的，但是是该做的。可是就是蛮开心的，我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帮忙家里，然后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上有一些成就，让妈妈觉得，希望能够让妈妈觉得我是她的骄傲。弟弟哪里惨啊？他最好了，他最好了，我有遗传，我觉得，因为我妈妈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很有肩膀的女生，你知道吗？而且有时候觉得说，好重，肩膀很重。弟弟最幸福了啦，那个被
修理的都是我。然后我妈妈有时候我就长大了啊，我就亏她，她说你不要这样嘛，那个时候你是我第一个女儿，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啊。弟弟现在不一样了，因为已经有过我的经验了，这样子。我妈妈像我们很感谢妈妈，妈妈也说她很感谢有我们，那我们也是她努力的在那个时候努力下去的精神支柱，就是为了我们努力嘛。对啊，那我们也很感谢妈妈就是这样子照顾我们。我觉得我没有很怕吃苦就好像在工作上也是啊。前面讲说啊，遭受很多舆论还是什么的，可是其实还是就是这样子过来了。我觉得，在工作上，情感上、生活上，我就变得没有很怕吃苦啊。因为小时候比较辛苦，跟着妈咪的环境也都过，所以我反而会用比较正面的角度去想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环境，就没有现在的我。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我就说，我妈妈给我们很多的爱啦，虽然她有时候很凶，但是她给我们很多的爱。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表现多一点点。我们以前聊过的一些理想啊，或者一些东西，我觉得现在看到你一一在做，我觉得很棒。还有就是不要忘了，不要停止创作。心灵是一个很道地的客家女孩，有客家人的打拼精神。那最重要的，她最可爱的就是保有纯真跟热情。因为心灵她就是这么可爱啊，她就算年纪再大，她还是一样小小的一个，她还是很可爱啊。所以有这样的封号没什么不好啊，因为只有你做得到嘛。热情妈咪在这里祝福你，下一张专辑能够更成功、更好，然后让更多的人喜欢你。永远的甜蜜教主王心凌，加油！